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永健，欢迎收看4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台南伫专台首创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所提供予拆迁户的专案照顾主体。根据市府统计，目前住入去的已经有95户。商务市长黄伟哲专程前往拜访，关怀因适应的状况，也听大家意见，希望尽全力协助大家来迎接新的生活。位伫东区南台南副都心的区域，一个针对铁路地下化拆迁户的专案照顾主体，伫咧去年底完工，目前已经有95户住伫内底。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伫咧上午专程前往拜访已经住一段时间的住户，听出伊的声音，了解因目前的状况甲需求，并且也参观了住户的厝内。市长看了，对着建筑的位置、生活机能、甲介绍等等，拢感觉真满意。今天是第一次深入到我们照顾宅的里面，除了觉得说里面设施很完善之外，最重要的是它的 location。其实我们买房子很多有2个要素了，第一个要素当然讲 location， 它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是已经最好，我已经能想象到所有的都市机能都已经在这边了，不管是铁路的南站，还是高铁站，还是机场，就差一个港口而已哈。那这个陆空都有了，那86跟台1线也都是在这边，跟国道1也都是在这边交汇，所以这未来的增值的空间是发展无限。另外其他的机能，包括医院、包括博物馆、包括购物中心，其实也都非常好。所以在这边居民可以说用非常超值，用10万、11万的价格，可以买到这个至少是22万以上起跳的房子。我觉得其实也感谢前市长赖市长，他这个想到有这样好的一个方式。那但是这个对于协议架构的部分，是否还是能努力的部分，我们再努力看看。但是如果法定所定的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还是要遵照法定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否能够协助民众，不管是在他们交通运输上，或者在搬家的过程中，甚至于这个搬家的期程，我们能够配合，能够帮忙调度的，我们都愿意做。照顾主体住户也对厝的品质感觉真满意，认为消防设施以及四周边的环境拢做了非常的好，让因住起来真舒适。原本住的地方被拆迁了，需要一点适应的方式，那但是也没办法，这就是一个都市更新的过程。我觉得我本身是采取配合的那一个人啊，所以进来之后住在这里，第一他们的气密窗啊等等之类的都做得非常好了，他们的包括连我都没有去做室内设计，我只用灯光去点缀这个空间。他们本身这些消防器材都替我们这些照顾住宅配置得非常好，你不用再多花很多的钱，这在设计的观点是蛮节省的。铁路地下化照顾主体住户大致上拢住了真满意，但是有部分的住户针对协议架构等等的问题，希望会当甲市府再协商沟通。等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台湾已经是世界生育率上低的国家，其中咱台南竟是6都排尾仔名。技术议员陈定想要以桃园的生育政策，包括人工生殖一胎上悬补助2万块为例，来建议卫生局研究办理，希望借此提升台南的生育率。随着结婚甲生育的年龄愈来愈晚，相对的晚生甲未生嘛愈来愈普遍。对此，议员陈义丁上午透过卫生局的工作报告甲质询，特别以人工生殖为例，一间人工生殖大约需要10万到15万。不过，伫咧桃园市人工生殖，政府一体上悬会用的补助2万块。议员建议，市府是毋是会用的减办，希望会用的帮助不孕症的患者降低经济负担。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桃园这目前应该是全台湾6都里面应该说6都里面生育率最高的桃园。那其实他们就注意到这种状况，所以他们就针对人工生殖补助
这个试管婴儿的部分，它每一个人补助最高2万块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对于这些妈妈们哈，想要当妈妈或者是正在努力的这些妇女朋友当中，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不无小补哈。每一胎身体的煎熬、经济的负担以外，我们希望说，其实我们台南市有没有可能参考这个方式来做？那在6都里面，大概是桃园的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如果是福利的话，应该它福利是最好的。做得最好的，对。这个呢，可能还是要在长计划，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的确，这些的妇女朋友相当的辛苦。是啊。除了人工生殖的补助，另外伫桃园还有中医助孕加养胎的调理计划，提供每人每年2天的中医孕期调理。建议卫生局会用回诊资料，希望市府慢的研究办理，借此来提升咱市的生育率。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二林溪多年的污染政治虽然已经大大改善，不过议员柯玉玲表示，当伊甲一群环保人士到二林溪下游的荷花探勘，竟然发现过去所留落来废五金电子零件拢无清除，所以上午伫议会定期会要求环保局要尽速处理。议员柯玉玲手揢一弯一弯，亲像图案的黏土，详细变过来，后面拢是废弃的电子零件、废五金、电池等。其实这拢是对二林溪烟花挖出来。过去因为原理曾经是废五金的处理重点，不过所有废弃物却全部由二林溪来承担。虽然过去水利署曾经清理两岸各3公里，大约开了10亿，不过现在伫南定桥边仔200-300公尺，估计费用大约需要3亿。议员要求环保局应该赶紧甲6号局来联手处理，避免废五金的余毒继续污染。坑愈久有可能愈毒，坑愈久整治的费用嘛愈悬呐。咱坑伫遐，成本拢加悬呐。我会记你较早，咱2岸6公里来做处理，敢若开10亿啦。这地几百公尺啊，尔啦，200几公尺。高城拢是有毒会基物啊。对，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个碰到很大问题。高城你浸水呢？对啊，而且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地方暂存了。那6合川局希望说可以把这些挖出来去暂存，那也没有地方去暂存了。我们台南这么大，找不到地方暂存，那我们就把它暂存在河里面。我们把它暂存在河里面，让河流的生态、海洋都相对的还可以受到相关的污染。这等的吼，我看有人会问啦。我来给报告议员，我先补充一个。你爱找到所业来暂存啊。因为伊即摆你袂使来浸伫水里，就是我甲你要求这点尔嘛。除了废五金的污染，另外伫个空气污染部分，因为环保局准备伫个各工业区来增设900个微型感应器来监控。不过议员柯玉玲表示，因为工业区的工厂排放大部分拢是符合标准，因此议员建议会用提供100个，用环保团体来找找适合的地点。台南新闻林跟张伟忠采访报道。先请一个马上带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中央大学大众传播系每一档的毕业生歌单拢相当受到瞩目。今年的毕业生以浮世绘为主题，对外展示因4档内包括新闻、广播剧、微电影等各种学习的成果，用9组无同的作品来呈现。
10号上午，校方正式举办开幕大会，也要请市民共同来欣赏学生精彩作品。对大学生来讲，毕业成果展就是因将4年来的学习成果对外展示的好机会。这届中央大学大众传播系108级的毕业展，伫10号上午来登场。这届的主题叫定做浮世绘，展示了9组总共100件的作品，除了有微电影、新闻、电影，也佫有 YouTube 网红相关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学生多元的创意，嘛呈现因的学习态度。这届的毕业成果展嘛，伫主任甲老师的启动仪式后正式来开幕。这次的主题叫做浮世绘，主要是取名日本的一个绘画风格，然后那绘画风格是非常的多元的，是很生活化的，会有是描写当时的一些艺伎呀、武士啊、这些海浪什么的。然后它的一些含义让我们觉得说，其实跟我们这个系上很像，因为我们这一届在各个组别领域非常的丰富，就是分得很明确，就是例如说我是写企划，我就不太会写新闻稿，我不会拍片，就是每个人个性很鲜明，然后我觉得跟这个浮世绘的风格非常的类似雷同，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叫浮世绘又好听又有意涵，而且那个视又可以改成跟我们息息相关视觉的视，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凸显这个名称代表我们的系所，然后又可以代表我们这一届。面对现在媒体的环境更加复杂，对学校来讲，上重要的目标就是将学生培育成为看领域的专业人才。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未来一定也是落实学生的一个技能的一个发展的培育。那当然，最主要还是能够符合现在的一个潮流，在数位的一个汇流的时代里面，建构他们、培育他们，成为真正能够拥有跨领域的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的技能的一个培育。那未来我们不管在课程上也好，或者师资上也好，我们的阵容都持续的在加大、增强、落实培育跨领域的专业人才。这届的毕业展演将展出到14号，主办单位嘛邀请市民朋友共同来欣赏因4年来的成果，现场嘛有抽奖的活动，欢迎民众踊跃来参与。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环保，近年来政府全力推动电子发票，不过嘛，让济民众唔知安怎将电子发票关予爱心机构，就是因收到发票数量大大减少，相对善款嘛减少。对此，创世基金会特别举办一天超商店长活动，向民众宣导，才讲出关键号码919，来当轻松做爱心。一群高水小朋友拢是来参加创世基金会所举办的一日超商店长的体验活动。因除了穿上专家超商的制服，嘛真有礼貌对来店里的顾客表达出因满满的心意。欢迎光临！一寡小朋友不但斗相共超商的代志，因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甲民众宣导。电子发票若是要爱心捐出来，只要伫咧结销的时阵讲出捐赠的号码919，就当轻轻松松来做爱心，帮助创世基金会植物林。近几年呢，因为呢实体发票逐渐的在下滑，数量比较少。那么在8年前，政府开始推动电子发票的方式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很多民众不熟悉，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爱心活动的方式，让民众只要在结账的时候，大声的向店员讲出捐发票919这个捐赠码，就可以来帮助创世基金会。所以民众只要在结账的时候大声喊出捐发票919，就可以一起来帮助清寒植物人。今年来创世基金会发票的目积比往年比起来大约减少4成，嘛让植物林的照顾变得更加困难。所以一群小小店长嘛要呼吁大家做伙来捐发票，做伙帮助植物林朋友。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第13号拜六将要登场的台南彩虹游行，将是台湾今年第1场的婚姻平权游行。这摆主办单位将伫美术馆、旅馆放假举办，所以鼓励台南的市民到时踊跃站出来为婚姻平权来发声。由着台南生涯协会、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等台南在地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民团体所举办的台南彩虹游行，已经迈入第4届。
游行将要伫13号来登场。这届同时嘛是今年台南第1场的宾馆游行，地点就选伫美术馆2馆来封路举办。今年以着生而为人为主题，希望透过游行的方式，互无同意见的朋友会使来充分交流，同时嘛趁这个机会，互大家会使展示家己上真实的一面。大家其实都是生而为人的，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任务，也有自己的目标，不应该要因为其他人的眼光来去改变自己。其实这个我们认为是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就是生而平等，然后要勇敢的活出自己，然后要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这次游行的重点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走上街头，然后用让自己最舒适的方式，让自己最舒适的形态来走上街头。看你自己是生理男，但是你觉得自己的心理是偏向女性的，或者是相反的，那你用自己的形态来展现给市民看，用自己的这个最真实的形态来走出来，来活出自己，勇敢做自己。台南高中心所发起的组织对流程今年嘛主动加入游行的团队，向外界来宣示学生有家己的立场甲想法。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今仔日的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共同来参与这届的活动，做伙为性别平权来努力，打造一个友善的社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抗生素会当救命，但是无可能造成问题，因为抗生素会当杀死危害人体细菌，嘛影响体内原本的细菌生态。所以先提醒无细菌感染，千万通买来家己学备用。新台病院感染科医师李明吉表示，感染困难梭菌，常看的症状就是腹泻，同时嘛有可能出现腹肚痛、发烧、胃膜性的肠仔炎等现象。严重者可能会造成死亡。伊的感染途径大部分拢是透过口腔的传染，而寄生伫个人体的肠仔道。毋过会诱发症状，可能甲民众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时，造成肠仔道的正常菌丛的减少，才互困难梭菌来大量繁殖。这困难梭状杆菌呢，它的特征就是会在恶劣的环境下形成孢子来对抗它的恶劣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会将这样的菌或孢子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呢，那它可能会经过这个胃之后到我们大肠繁殖，而产生进一步的症状。那我们在经过抗生素的服用之后，可能会造成我们肠道的共生菌的失衡，而使得这样的菌呢，在繁殖之后产生问题。所以如何来防治，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手部卫生、洗手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洗手的方式呢，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这个酒精呢，并不能杀死困难梭状杆菌。那我们必须要去以这个湿洗手的方式，就是传统的必须要用自来水跟手部的搓揉这样物理方式来去把这个困难梭状的孢子冲刷掉。医师呼吁避免困难梭菌的感染，一方面除了要勤洗手，避免病从口入，另外嘛提醒民众要有正确的用药观念。如果身体无爽快，一定要看医生，绝对袂用胡乱食抗生素。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这份的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热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4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